咱的日常生活甲食物是有真密切的关系。台北食物园每一年拢会推出无同款食物的主题，带民众日捌生活当中的草啊、甲树啊，了解因的功能，也佮有特色。伫台北食物园的墙区，因看到各种月头叶啊，常常看到的月头，也有叶片更较大的恒春月头。虽然无食月头叶啊，毋过因摕来包装。伫边啊，有一种植物叫做挂有金，或者是粉枝。敢咱看叶啊，一般人可能看袂出来，毋过伊的建赞是较有名的粉状食物。把它地下的那个根茎挖起来，然后压碎，然后去用水这样子搅一搅，然后可以把它的淀粉洗出来。那这洗出来之后，就是我们的太白粉。姜区的主角姜种类真多，毋过山姜、乌孔雀姜已经大黄，其实因咧休眠，靠地下菌杂以外，人类利用伊做调味，也有利椒乖乖有效。这种都是盐湖布，慢日子来食看卖，明显有咸味，互以前人免住伫海边，要盐用来调味。我们也会叫它山盐青。山上的盐巴这样子，原住民他们就会采这个果实来当做食物的这个咸味的调味这样子。伫台北食物园，因侵入熟悉食物的各种层面的共享，咱熟悉咖啡、甲茶，分别用椰子、甲叶啊，也有冬天想要啉仙草茶，可以就是将仙草拍干来煮，香料、饮料、油料、染料、吉酒、自纸，因讲是人类茶米、油盐酱醋茶，加清大行过路，拢爱食物。人没有一天离得开植物能够生活哈。那你看，除了我们吃用之外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心灵上需要植物来慰藉我们。跟植物生活在一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为鼓励大家斗阵加入探索食物世界，因此所每年拢会推出无同款的主题，带大家为无同款的角度了解食物资源的重要性，熟悉这的花花草草。不止互咱的世界更加五花杂色，也滋养咱的一世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